英超球場嘅容量排名愛華頓嘅新主場能夠容納52,769人將會超過紐卡素嘅聖詹士公園球場52,258人，成為翻新賽季英超第7大嘅主場。第一位係奧脫福曼聯74,197名座位第二個係托納姆熱刺球場喺熱刺方面62,850人，而第三係倫敦體育場韋斯咸62,500人。第四位晏菲路利物浦61,276人，第五位酋長球場亞仙奴60,704人，第六位伊蒂哈德曼城52,900人，第七位就係希爾迪克神球場愛華頓新主場52,769人，第八位聖詹士公園球場紐卡素52,258人，第九位光明球場新特蘭49,000人，第十位維拉公園球場亞士東維拉42,918人。